NVIDIA 台灣總部要起啊，執行長簡勝煥去問到講，台灣的能源是毋是有法度滿足咧？這個簡勝煥就跟他講啊，台灣需要更較濟能源，伊強調無能源就無經濟成長啦。We need more energy because Taiwan's manufacturing growth is so strong. 輝達執行長吳玲芬強調，台灣需要愈濟能源。The demand for Taiwan's chips, computers, and also Taiwan needs to build AI data centers, and so Taiwan needs more energy. Without energy, there can be no economic growth. AI 高富隨一個講的資料中心，就是國際大廠投資台灣的關鍵之一。Google 2013年將濱工業區啟用的資料中心，是目前全台灣規模上大。2024年，微軟嘛佇咧桃園龜山布局，亞馬遜旗下 AWS 是採佇咧台北。雖然根據台電資料，2005年 AI 資料中心的用電量佔比敢若差不多0.5%，含用電量大戶的半導體製造業佇咧15%比較，佫有一段差距。不過，為2021年到2025年資料中心的用電申請件數已經累積到佇咧80件。婆婆看到 AI 發展，敢若互電力的壓力愈來愈大。政府推動2次能源轉型，也就是在提供給各個產業足夠，而且是符合現代各種產業需求比較乾淨的能源。到2030、32年前，用電需求是沒有發生不足的現象。台灣對全世界的產業都有責任，我們務必要保證提供乾淨而且穩定無虞的電力供應。去年黃仁勳也公開表示，台灣絕對要投資核能，而且任何形式的能源都不應該被社會污名化。民眾期待的是國家走在正確的能源政策道路上面，才能夠大力發展 AI。吳玲芬的話，閣一擺引起政治攻防。畢竟 AI 大戰早就唔拿佇咧戰晶片算力，還閣比省的電力有夠動，想要拼經濟，都要確保台灣的能源穩定。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